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4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先祝大家新春快乐，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有虾米款的重点。今仔日是30暝，是无虾米塞车，只有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有刮塌。另外，从一开始北部会落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也出现封锁城市，正做复原手段，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感染的情例。武汉肺炎一直拖，但国内政府也限制水翁出口1个月，要让台湾防疫有上大的效果。在今仔日就是己亥年的最后一天30暝，也因为前2天有人先登去故乡咯。在国道1号杨梅到新竹系统有刮塌以外，在苏花改是真顺。另外天气的部分，在今仔日天气有较小热，不过对初一开始北部会落雨，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国道1号的车流量真济，1月20日为落暝，因为前2天登去故乡的车辆小连续消透。高公局表示，西部国道路南的路段，再去国1杨梅到新竹系统、中华到保阳系统，还有国3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还有国5往宜兰的方向出现塞车。国公的车流预计下晡4点会消透，其他4个路段中道进前就会顺啊。今天是除夕，照以往的经验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拥塞状况应该还跟平常。介于平常日跟周末假期之间。至于国5的部分的话，可能会在南港系统到坪林，会拥塞到下午4点之后，就会陆续的解除。另外，苏花改24的交通状况真好，警方嘛加强交通疏导。高公局观察，24透早有一波车流，不过早起行车真顺，民众普遍反映讲行程的状况真好。地点在台9线145K 和平西桥南下车道，目前南北向的车流正常，行车顺畅。整条道路顺畅吗？顺畅。那舒适度呢？很好。在天气变化的部分，24透早低温，日时温度会豆豆变悬。北部甲东北部地区温度超26度，天气形态面顶。北部的豆豆转做侪云，可能会落雨；中南部地区维持侪云，天气袂歹。初2开始，天气的豆豆反寒，嘛会变较湿。气象局建议，民众会当把握初1进前出外拜年行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武汉的肺炎是一再伫咧拖开，伫中国就830个确诊病例，其中连带对着重症的就177个。目前上新的消息已经有26人来过往啊，而且封锁城市范围也愈来愈宽。对本地武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城市来封城，就是要防止肺炎拖开。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到23暗时12点为止，中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30例，其中重症177例。另外，中国境内封城的范围也继续扩大，包括原先的武汉市、湖北的吴公市、赤坂市、仙桃市、蓟江市、利川市、湛江市、梧州市也拢陆续宣布开始停运道路交通，要求居民无特殊原因唔通离开市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我们的愿望是以短暂的困难，尽快的换取长久的平安。除了进行封城防疫，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佮提出5点防疫措施。包括旅行社暂停组团授课，已经组团的一律取消也是延期；学校延迟开学的时间，政党机关、企业单位、驻军甲武警部队人员出差取消。各地招生引资活动暂停，进出武汉的客运航班、列车、汽车、客轮暂时停运。İnsanlar işte valizleriyle bir şekilde evden çıkmaya çalışıyorlar. Pazara gitmişler şu anda. Alışverişlerini toplu halde yapıp hani evdeki stoklarını sağlamaya çalışıyor insanlar. 出租车到武汉郊区1000万人空巷，超市抢购一空，有什么买什么，就像世界末日。外面街道脏兮兮的，都是垃圾没人打扫，医院全满啊。然后说现在死亡率很高啊，空气传播啊，其实都是谣言。目前武汉当局呼吁居民减少外出活动，就算是要出门，也爱挂嘴安，防范感染。湖南省、浙江省、广东省也拢分别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希望防止疫情扩散。另外，伫香港甲澳门也各通报确诊2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过年是愈来愈侪人要登去团圆，所以发生讲武汉肺炎是愈来愈侪人去感到。其他国家亲像日本第2例确诊的病例也发生了，是武汉
去东京旅游的一位中国人，越南也增加2个是一对爸仔囝，在新加坡也开始出现病例了。中国春节期间，各地机场的出入境人真多，和全球感染武汉肺炎的病人超过800人，各国嘛陆续出现肺炎的确定病例。除了日本增加1名病人，越南官员23号表示，有一对爸仔囝因为老爸13号才为武汉到越南，已经确定感染肺炎，后生了后嘛验出阳性反应。今晚2个人拢经住院接受治疗。伫新加坡23号暗时，嘛有1名66岁查甫人确认感染到武汉肺炎，正做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第10个受到疫情影响的区域。With other cases reported in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Singapore,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Vietnam. 伫美国德州是有1名大学生，因为进前捌甲中国武汉，当去美国了后发生呼吸道的病，目前已经住院接受治疗。病因嘛紧急检验是毋是患着武汉肺炎，若是确定患着，有可能正做美国第2个得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因为国际社会陆续受到影响，也未出现病人的法国甲印度当局嘛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疫情。伫个机场、港口这些所在做出入境游客检验，防止疫情进入国内。记者来上报道。今仔日是过年连假的第2天，有民众趁机会出国。桃园机场在今仔日出入境的人数就超过12万人，高雄机场会可能来到23000人次。也因为武汉肺炎当日严重，去机场的旅客甲航空公司的人员拢挂水安，要来保护家己。来到桃园机场离到暝，即天虽然无真侪人来排队，啊，毋过旅客要报到，也是爱等一寡时间。武汉肺炎流行，旅客几乎拢挂口罩，包括着航空公司地勤人员、空服人员，啊，毋过也是有一寡人无挂。即个7天的假期，桃园机场预估离到暝入出境的人数超过12万人，也有真侪移工趁着假期去佚佗，公司嘛提醒因得爱注意家己的健康。都会有做这个宣导给那个移工说，因为现在有这个病毒在传嘛，传呢最好要戴口罩。其实蛮多的都有戴口罩，甚至有哪里不舒服要尽快去看病。镜头为南部来行，高雄小港机场同款是一透早就出现要坐越南航班的人潮，因为越南甲台湾同款，拢爱离到暝来围炉，真侪人是来排队要坐无人机，甚至有人烦恼着武汉的肺炎，挂2层的口罩。有一点啦，但是还是很小心啊，也是戴口罩而已啊，也不知道怎么预防啊。为了预防新型的冠状病毒啊。对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高雄机场预估春节期间一天大约是23000人的人次入出境。面对着防疫，机场人员同款是挂着口罩，做好家己的管理。记者王柳婷、明昭宽桃园高雄报道。虽然讲武汉肺炎互人真着惊，而且流行感冒也当得严重，正搁当着过年，真侪诊所拢无开。不过卫诊所过年也是有伫咧服务民众。医生也表示讲，最近来看医生的大约加倍3成。另外，政府也限制翠翁出口1个月，要互台湾的防疫有上大效果。诊所才拄开门，未少患者就来挂号，有的人才拄对外地来回国，就会受症状。医师详细询问看诊，嘛对着旅游史进行了解。武汉肺炎防疫关头，就有医师的案例，就要马上来通报。我们会问他们接管旅游时职业，还有他们的接触情况，还有他们的旅游出国团里面有没有同团的里面有呼吸道的症状、发烧的状况，要特别告诉我们哈。过年期间拄着流感的高峰，诊所估计看诊的人数已经加了3成。而最近爆发武汉肺炎，未少民众都有做过拍算，诊所维持过年看诊，只有初一因为紧急休1天。医师表示，除了提醒民众爱施打流感的疫苗，嘛要避免前往中国疫区。而防疫关头加上流感，挂口岸出门的民众嘛增加，甚至有民众嘛买了白酒来备用。买白酒，嘿，啊是安怎买遐济？啊，早当一瓶啊，一瓶伊那用掉啊。哦，是吼。啊，我那用掉啊。因为这又很像 SARS 的那种病情，所以还是会担心吧。就出去口罩戴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升温，财政部关务署表示，
经济部已经公告，为1月24号开始，管制2类型口岸出口1个月，确保国内民众需求以及防疫所需。不过嘛，提醒民众会来维持供应量，唔免过度来囤。而伫台南的基米病院，嘛针对2礼拜以来往回中国，或者有接触的相关人士，有呼吸道症状的民众来限制探病。他会测体温，然后相关的症状就按照 CDC 给我们的方式，我们这样进行。基米病院表示，针对发烧的访客，嘛会有减少探病款到就医，嘛建议通讯软体来联络。目前讲医会负压病房甲病床嘛已经准备好啊，就算讲是过年期间，嘛来风都已经扩散。记者中部南部采访报道。甲新北市永和甲台北市接起来中正桥也使用83年啊，因为上过旧伫昨暗开始进行拆除作业，希望利用连续5天的时间全部拆掉。台北市长郭文德在今日透早去到现场视察，讲是利用过年期间人较少，也请民众多多包涵。大型机区分别一直开学，台北市中正桥引导的拆除作业，自小年夜23暗时正式启动。有住伫附近的民众对老桥要拆是唔甘阁欢喜，趁着日时天气也阁袂歹，特别来翕相留念。终究有感情了嘛。但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北市啊，能够帮我们几十年来这个老桥把它弄掉。下层是市场，然后上层是商场，所以小时候是喜欢跟着妈妈到处去买菜啊。其实它后来有点没落了，所以如果说可以把它做一个更新的话，其实也蛮好的，因为它基本上已经都没有在使用。有83年历史的中正桥是连接台北甲永和的交通要道，不过因为桥体老旧，加上防风设计无好，所以北市府伫去年决议要拆除中正桥的国家主体引道，也有下面的自强市场，相关作业继续进行。应该可以了，这个郭市长他们都。因为1年当中也只有这个时间有办法封桥的，其他时间整个交通流量太大了，这几天一定很吵，所以这个附近的居民就要多包涵了。下雨是会稍微不方便，但是它有个好处了，反而粉尘量会比较少。市长郭文德为了早起伫现场视察，表示进度看起来袂歹。其实2016年台北市同款是春节期间拆除中孝桥引道，这摆的中正桥拆除也主打闪电战，要连续5天无停工，估计初3、27暗时完工。以台湾跟大陆交通这么频繁啊，要避免说台湾说完全没有便利出现，我觉得相当困难。所以现在的战略就是一出现就要立刻要封锁库。至于目前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台湾防疫等级为3级升到2级。郭文德再次表示，若讲发现有零散的个案，会集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今日暗时要围炉，恁的菜色刚准备好势啊！最近愈来愈侪人甲痛不是疼命命，咱人过年互这些痛不也会食青草哦。亲像狗仔、猫仔也有专门的过年菜色，唔但真健康，也真特别，特别注意到咸正甲实在。甲落鱼甲金瓜煎甲赤赤，准备开起来。另外一边准备水，放适量的中药材，滚了后再加豆腐甲菇类，最后甲拄啊的落鱼甲金瓜做伙放入去，一道健康的痛不年菜，黄金养生落鱼就完成啊！来啊，苹果甲吹好的番薯切做一条一条，做伙放入去猪肉片内底，刷落放伫鼎面煎，一直冰冰。有真侪色水的水果猪肉粿，看起来真好食。其实将鸭翅大关节做汤不食食，一点都无困难。第一个少油，然后第二个呢是少调味。那不调味其实是最好的情况。再来就是什么营养均衡，然后避开争议食材是第4个原则，就是说有一些像洋葱啊，或者是什么韭菜啊这些不适合毛小孩的，你就避免掉。少加化，汤不经济当兴，愈来愈侪人愿意开时间做食食互汤不食。不过老师嘛提醒，过年期间想要互汤不食较好的，嘛要注意，唔通互因伤大颗。还是要从健康管理的概念帮毛小孩来去做年菜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尽量选择新鲜的食材，然后利用刚刚讲的做鲜食的原则，然后不要少了一些，比如说有面粉或者是过度精致加工、过多繁复的这些程序来做，其实是最好的。即马小家庭买物件，买济买少拢无好赚，甲汤不的分做伙算一摆，人甲汤不做伙食，身体搁较无负担。
通常我跟他煮的食物就是我准备他的份，他的份我就先拿起来，然后我要吃的部分我就在另外看要加好味料还是什么的，或者是有时候是不吃就直接这样子也是很好吃。因为就是做鲜食，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照顾到他们的健康，因为自己加进去什么食物自己都看得到。专家提醒，除了要根据厝内的宠物状况调整食材，搁要注意狗是杂食性的动物，但是猫仔是肉食性。所以煮食时需要的蛋白质是狗仔1.5杯到2杯。过年围炉加菜，嘛唔通袂记你爱甲厝内的宠物算入去。记者综合报道。真要过年啊，真侪人拢会去插花，无就是放旺来，看起来更加吉祥，闹热要兴旺发。不过伫中华有农民甲金龟用镭射雕刻，刻一寡好话，想袂到大家拢嘛三钱买买。镭射光束伫咧金龟的表面来回拍印，无偌久，招财进宝几个大字就刻咧金龟顶悬，而且只要放2礼拜，等金龟的表面伤痕自我修复了后，就会变成立体字，因为相当的特别。过年前就订单满满。咱早市拢结一寡碰柑啊，什么咧，迄大粒的柑啊有无？吼，柑橘咧，这算我头一摆看到的啦。头一摆看到这个物件，真正。有水啊，真正富贵安康。以往过年期间，民众拢是甲写有吉祥话红纸搭咧碰果，也是往来即寡水果顶悬。但是中华一个种金龟的农民，过年前突然有无共款的想法，利用金龟自由的特性，配合镭雕的科技，果然成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我们利用那个特性去把我们要的图案啊，然后字体啊，透过一个软体去把它转换成一个坐标，然后用雷射就是直接把它打在这个南瓜的表皮上，故意让它受伤。那它受伤修复的这2个礼拜的时间，它的字体就自然就会浮现出来。贵龙表示，除了过年的吉祥话，一寡民众嘛客制化家己想要爱立体也是多形。金龟本身就会使放久，会使放到3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无要排水的话，嘛会使煮来吃。其实只要开一寡卡数，就会使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记者张华综合报道。过年要去倒位行村，你敢想好势啊咧？伫宜兰圆山的内城社区，有人用铁外车组成车队，庄仔内时代轮流去排班，但是载游客去绕绕看看咧，想袂到一个月竟然有上万人去遐参观，因也甲20%的收入摕出来，要照顾庄仔内老大人。一台一台有嵌红色厝遐的车伫田里行来行去，因是庄仔内的铁牛车，是社区内底老大人轮流排班。逐工载游客去社区内底无共的景点佚佗，每个拢有发这个潜水会，因为做老爸的人、老母人要甲囝搁存长久嘛，真困难。啊，做有这个车，来阮这社区种这车至少有来发的啊，有闲来安尼啦，啊伊本人伊嘛爱立一寡这个。健保会啦、3月无啦吼，啊像当时也未拄好，医生看嘛要付点钱。2005年的时阵，内城社区成立铁牛仔车队，和一个原本总共干那1500人的庄仔头，创造出逐个月要加1万多人的游客数量。我们平均游客人数超在1万多啦。每个月的差不多固定的预约的数就差不多1万多，那这个不包含散客。宜兰的风景真水，内城透过产业化的经营，变做农村企业，而且庄仔内底有共识，社区经营所赚到的钱有20%必须要回归社区，用伫咧照顾地方的老大人。这原本是内城国小，因为少子化去互合并，即马已经转换做变做社区经营的本路学校。阿公阿妈逐工早起8点半上课，下晡4点下课，逐工拢有无共款的学习课程。我们用铁牛里亚卡的这样的成熟度去支持我们再创的新的一个不老学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模式。对社区营造到社会企业。内城社区拍拼创造农村品牌，和社会福利，毋是干那会当靠政府的补助，创新经营，用心关怀，就是为着要解决社会问题，嘛希望讲会当甲公益变做商机。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玉山卡有一个分女的部落，或者是南安部落，当地居民拢用有机种植方式，完全尊重大自然。伫因的菜园内，会当看到几啊一种台湾原生的豆仔类。因也希望讲原生作物会将甲分女的传统智慧，拢总保留落来。雨伞围着伫拉古拉库溪边的冲积平原，资深基金会甲南安部落居民拍拼6年，专做出20公顷的有机流产，环境脱离化学农药的污染，一度消失的物种也倒转来啊！这片田园即马数量真少的，尤其是细节啊，是全台上稳定的栖地。这条鱼是台湾特有种，只有宜兰、花莲、台东才有，28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你只要对我们的大地做更多友善的方式对待它的时候，它的回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透过豆仔类处理营养的速度紧，传统部落的饮食文化中，豆仔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南安部落居民保持将近20种的原生豆仔类的品系，田中央有一座茶座的建筑物，都是因的保证基地。我们把它叫做文化公寮啦。然后我们希望带着孩子来跟我们部落的长辈来学习布农的生活里面是怎么在体现有机这个事情，怎么体现人跟环境的一种和谐共处的一种智慧。青春豆，看这里，来，在一个大自然的教室学习，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你如果一直看簿子、去看画图或是影片，他们永远记不起来。甲博物馆式的保证无同，这个种子是青青被保存着。已经超越了我们保种的概念，就是标本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保种。那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活的动态的保种的前提下，把这件事情一步一步都做得更好。在生活中保证以有机种植来维持环境纯净，一面种原生豆仔类，一面传承部落文化。居民毋望这寡珍贵的种子会当向下面拍基础。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义是随身宝，财是国家珍。中山大学有学生举办册展，而且大多数的作品拢是台湾文学。大本册也甲伊当作是艺术品，也伫西雅湾的百年航空河内面展览。在2月23以前，拢会当去遐行行看看咧。经过长长的棚空，我一个月一个立落的航空河，拢是一个主题册展。因为比较阴暗，然后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灯啊打得比较亮，然后其实就是带点一种幽暗，但是又蛮温馨的感觉。册边有眠床，代表梦内底的内心；册边嘛有光影透射，代表文艺的中溢性。高雄中山大学学生用独立册店做发想，家己办册展、新屋册店，而且融合西雅湾百年航空河空间，希望打造一个较早无看过的册店。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营造出来的氛围，然后会跟他书的一些主题会有一些相符合。透过书店来作为一个社区场域的介入，我们希望抛出了什么议题？那如果书它是一个媒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进入不同的人的世界里面去做一种想象的可能？空间布置互用经册的主题，互参观的民众读册嘛读空间。有的所在卖文创商品，有的所在会当倒咧，伫黑暗中看艺术影片。展览期间，佫会甲作家合作，佫有在地剧团推出剧场。艺廊是本来就想好的，但书店其实是后来我跟系上的同学，他们也有在过程中一直提到说，其实一直很想要做一个独立书店。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有同学想要做，然后这个空间其实看起来也蛮适合做一个书店。因为我之前是念剧场艺术系毕业的，所以觉得它这个环境它蛮配合这次的展览的主题这样。是册展嘛是艺廊甲剧场。策展团体原本只是想要推塞活动，但是佫无想要互册甲文艺停伫互人感觉无聊的印象内底。透过艺术概念的规划，希望脱离阅读习惯的民众。直接重新定义家己甲阅读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爱放假，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看。北部地区对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21度到28度，
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在这个新年头、旧年尾，祝到咱的观众朋友家家户户趁家伙，互恁行东得宝，行西得好，事事行行清茶拢免烦恼。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同一时间再会。